台北捷运板南线伫车北有人摕米缸刀啊刮人的事件，迄当时是有4个民众去压制嫌犯。今仔台北市长蒋万安颁奖表扬，其中甲刀啊抢落来的警察4声地是表示讲，身为警察一定会保护市民。另外，为着要加强捷运的安全，台北捷运要增加禁止危险物品的标示，那违法了上济是当罚100万。台北捷运车北有人举刀啊共攻击，这3个斗相共甲嫌犯压起来英雄，因对镜头比战。12因接受台北市长蒋万安颁奖表扬，迄天勇敢出手斗相共的，拢总有4个人，包括施先德、李子强、简英雄，甲一个姓黎的查甫人。不过，这个黎先生伊是真低调无出席。这4个人分别得到4年到终身不等免费搭台北捷运的车票。我想，这不仅是对于他们的鼓励肯定，同时也是对于愿意挺身而出、见义勇为的民众，向你们致敬。不论是我或是任何一个警察，在现场那个状况，一定会义无反顾地保护车厢内所有的市民。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但是警察永远守护你。去有网友或者是影响阿伯施先德提醒民众，若拄到攻击的事件，会当用分数边的牌仔甲雨伞等等闪过刀的攻击。若有头一个民众去斗相共，就会有第2个、第3个，那安尼就有机会甲嫌犯制服。施先德还阁讲出伊甲蒋万安的缘分，伊甲因牵手拢咧做警察。25年前伊要结婚的时阵，蒋万安因老爸蒋浩炎还阁捌做因的证婚人。攻击事件了后，捷运的安全嘛受到大家的关注。为着强化保障旅客的安全，台北捷运伫咧台北车头等等11个捷运站，还佫有5条路线内底部分的列车增设禁止危险物品的标识。若是炸危险物品或者是开捣毁的物件，上当会当罚100万。应该是有吧，对，不然的话带这些上去很危险。如果有感应的话，是会比较好的。标识是要增加了，可是你要先导也是要先导，然后标示你弄清楚一点嘛。危险物品包括家刀等等尖尖的物件，还有枪械、弹药、甲较会爆炸的物件等等，请民众都要特别注意。不过，若无违反法令，而且有好好包起来，并无影响别人安全的记录，都无伫这个限制范围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